比亞，馬蒂內利逃往哥倫比亞，供庇護者竟是昔日對頭。據喺走佬咗15個月，匿喺外國使館3個幾月之後，巴拿馬前總統里卡多馬蒂內利 Ricardo Martinelli 再次搞到成個地區輿論爆鑊。今次佢竟然現身哥倫比亞，仲得到當地政府俾嘅政治庇護。最諷刺嘅係，批出呢個決定嘅正係曾經鬧爆馬蒂內利竊聽電話同收賄嘅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 Gustavo Petro。5月10號晚黑，哥倫比亞政府突然宣布，已經批准向因為新商業案被判10年監嘅馬蒂內利提供庇護。消息即刻喺社交媒體炸開，連國際觀察員都嘩然。哥倫比亞竟然用政治原因做理由，雖然馬蒂內利根本唔係政治迫害對象，而且佢嘅黨派先至剛剛推咗佢嘅親信穆里諾入總統府。更加令人跌眼鏡嘅係，馬蒂內利現身哥倫比亞之後，唔單止冇扮受害者低調做人，反而喺社交平台鋪自己跳舞慶祝嘅片。據報佢當日由尼加拉瓜駐巴拿馬大使館秘密走人後，極速飛到哥倫比亞，仲喺私人場合慶祝重獲自由，屋企人都冇跟埋去。自閉使館遙控政壇，馬蒂內利嘅逃亡大戲由2024年2月開始，佢喺判刑前躝入尼加拉瓜駐巴拿馬使館求庇護，之後就展開長達15個月嘅自閉使館生活。不過政治方面佢一啲都冇收斂，由加密通訊到語音留言，一直遙控住自己個政黨實現目標，仲成功推咗穆里諾代佢參選總統。結果穆里諾真係贏咗，馬蒂內利仲喺使館入面高調慶功。外交層面，巴拿馬外交部多次投訴馬蒂內利濫用庇護身份，干預內政，甚至喺2024年尾正式向尼加拉瓜抗議，但係尼加拉瓜一直拖住唔理，見住馬蒂內利喺使館長住唔走，巴政府今年3月提出俾人道通行證等佢去尼加拉瓜，點知副總統穆里略又用唔知咩理由拒絕佢入境，搞到成個安排泡湯。哥倫比亞插手爭議升級，走投無路之下，馬蒂內利轉揾另一個政治聯盟友哥倫比亞。喺冇公開行程嘅情況下，佢靜雞雞離開使館飛到哥國。5月10號正式拎到庇護確認，呢個決定即刻喺巴拿馬同哥倫比亞兩國掀起政治風暴。外界質疑，點解一個貪腐坐實又冇受政治迫害嘅前總統可以拎到哥國庇護？值得留意嘅係，哥國總統佩特羅以前曾經公開鬧爆馬蒂內利侵犯人權、收受賄賂，仲將佢列為中美洲強人政治代表之一。但係而家呢位左翼總統竟然用政治理由嚟包庇曾經俾自己鬧到狗血淋頭嘅右翼前總統，反差大到嚇親人。分析：政治庇護定地緣算計。有分析指出，呢單嘢反映拉美政壇喺政治庇護問題上標準混亂兼選擇性執法。一方面，馬蒂內利明顯係利用外交庇護嚟走刑責；另一方面，哥倫比亞今次可能係想趁尼加拉瓜拒收嘅情況下涉位擴大地區影響力。雖然哥國政府仲未詳細解釋庇護決定嘅法律理據，但巴拿馬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呢種跨國走佬操作好有壞榜樣作用，隨時會引嚟巴方喺外交同法律層面嘅強烈反擊。而家馬蒂內利仲要高調現身輿論場，佢喺 Instagram 鋪片笑住話：人生就係要享受，哥倫比亞萬歲，尼加拉瓜萬歲，巴拿馬萬歲。字裏行間充滿對司法制度嘅挑機意味。喺法律、外交同道德嘅三叉路口，馬蒂內利又一次撕開咗中美洲政治庇護制度嘅灰色地帶。廣告：整招牌找我們6271-0885，承接各類招牌、橫幅、燈箱、發光字、立體字、印章、名片、宣傳單、商業活動籌劃等。受巴拿馬季下咖啡、水洗原道專享專線。微信號 Lisa Panama 限量發售，收藏給風味，一杯開啟季下世界的大門。批發零售 Falius 全國最低、最實惠的電子發票銀櫃、新機、電子簽名、發票，歡迎諮詢中西語6751-1824 WhatsApp 電話同步。Panama 伊市新鋪出租，近 Interamericana 三叉路口，地頭旺，可直達市中心，多個住宅社區出入口，治安太平，可做批發、車零件、電器鋪、改裝車、診所、農業店，有意者來看看6743-8306
6-3